自细汉伫彰化田中大汉，出生伫咧陶艺家庭的叶千华，伊真侪作品拢是以故乡上常见的麻雀作为创作主角。每一只圆滚滚、古古锥麻雀，互人看了真暖心。我来自彰化的田中，然后就是从小都跟麻雀为伍，然后包括我到英国读书的时候，就是那边的麻雀也很多。我觉得它很像是摄影照片里面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刺点，就是它会指就是你在做作品，然后给一个观者，然后留下一个很长久的印象。所以我觉得麻雀就像我生活记忆里面的刺点，就是在我创作的时候，我只要使用这个媒材，然后它就是可以成为一个我进行更长远创作的一个媒介，就是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大家在看的时候呢，尤其是可能台湾的或是乡下的，或是像我这种乡村来的孩子们，然后看到作品的时候，可以以一个很轻松的状态，然后去看一下我的作品。然后这次的展览名称叫做Judomade 鸠斗麻雀，请稍等一下，是因为每个创作者都是一样，就是作品一个小作品或者大作品的形成，它其实花费时间都会比观者想象的多很多，所以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使用一点点的时间，然后看一下我们的作品。鸠斗麻雀叶千华个展，总共载来30多件Q 版麻雀陶艺创作，以及一寡版画作品。叶千华希望大家来看鸠斗麻雀时，会当参照日语鸠斗麻地，放慢脚步等一下，感受生活中的小确幸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